话，就系爱睡到吃眼香。韩国吃眼香过后啊，我就做得来想一下我早晨头会什么嘅。唔过难得嘅2年，我就冇想去出去买东西啊。古时候我啲嘅煮东西来食，以前我就会想讲，我冰箱里都有嘛嘅，古时候先去看看啦。冇听错，冰箱里都有东西做得变来食咯。嘿，冰箱里都有辣，有蛤蟆，韩国有葱诶，韩国呀，嫩，做得咧。好，其实我妈妈当接同我讲，行人听说爱群险参加，冰箱里都有乜嘅存嘅东西，天操作唔得打上去。嗰时我家下啲冰箱变啦，我就看到有葱嘅啊，有嫩啊，有卵啊，也得，我就做得来变一品。当有名嘅前冰箱嘅料理，咁样就唔会打上，要做得食到又空间又丰富嘅酒哦。叫下来做吐司派啦。其实係啲意大利當傳統嘅料理，韓國係全意大利嘅媽媽親好嘅前冰箱料理哦。怎麼佢會按樣講呢？因為啊，也配來人家嘅材料準備當簡單，唔單止當簡單，韓國唔想啊表嘛嘅全部就做得，比如講像人木卡加斯有嘛嘅tomato啊，有肉類啊，也係講有菇味啊，也係講青椒、黃椒、鳳椒，也都全部就做得來，變到配來也片料理地度哦。古上學全世界嘅媽媽都窮樣啦，都當好前冰箱就錯嘅。阿佢妹基本要愛做嘅呀，片配來韓家嘅吐司。古上學也配來嘅製作方式未當多年咯，唔單止做得用火嘅來煎，韓國咪做得用配上來配，係講你愛煎啊，這個去配咪做得。古上學阿佢妹愛基本要選嘅方式啦，係用配上來配。古上配上愛先必燒一下，180度，好，先必燒一下，等下做嘅時間佢就會出汁，做得熟哦。今日阿權妹做嘅吐司配來呐，其實有2種方式來表現。第一種係全部分都窮下嘅，也係第二種。第二種啊係攞吐司佢本身拿來做一隻蝦餅，就像一個盤嘅咁樣一樣裝的。故所以下先來做第二種，我攞佢切啦，先攞佢切太太的，好，太太的切好就做得攞佢變到呀。台灣地度，韓國第二種做法就係用吐司本身來做一個盤嘅咁樣，就像嘅台南嘅有個乾菜板有冇？就像安尼，先攞佢撿嘛，撿出一隻粉嚟，用湯匙就做得嚟，安尼撿嘛，好，也先攞佢變到順頭。接下來吐司好嘅以後，然就做得來準備安尼卵。其實呀，吐司配來呐，輕鬆一位就係卵唔單止有卵，天天還做得加一絲絲嘅嫩，按樣食起來佢會當香，韓國呀卵會食起來有一絲嘅嫩，按樣滑滑嘅感覺，就會多好食。好，一下來卵打落去，3粒卵，韓國做得加一絲嘅嫩，唔好太多哦，記得嫩加一啲啲嘅就好誒。按樣就做得嘞，大概嘅不要超過3:1。好，假使講人嘅卵係3粒，人嘅嫩嘅分量就盡量唔好超過1粒卵嘅分量哦。好，一下做得來鹽、胡椒粉，韓國來鹽，按樣就做得落去攪散。好，一輪攪散以後，你就做得老食材，攞佢切啦。像安尼蝦母做得攞佢切到細細啲嘅，按樣攞佢切細細啲。
好，又变到顺汤，韩国撒下来係呢 tomato， 呢芎藥，留佢切幼幼。好。 tomato 老幾切好誒，以後呢所有嘅材料全部就準備好，然後做得來結合了。好，首先先做呀，用蝦米來用吐司來做盤嘅呀版本吼。做得先來放幾片嘅起鹽叉落去，放落去，鋪到底下。再過來呢，留其他嘅食材，輕輕地放上去。 葱呀、包椒，韓國一啲啲咧 tomato， 好，韓國一啲啲咧蝦母，係攞佢放上去，好，接下來就係呢卵，卵愛攞佢倒一啲啲咧上去，然之後咧用湯匙也一條誒。 好，呀就係呢第一種，然之後你攞佢裝到呀烤盤底度，上去變好來，韓國蛋糕切米，再個鹽、cheese，變上去。好，呀第一種嘅版本就係用呀吐司來做盤嘅，攞佢裝起來呀，第一種嘅版本就做好了哦。接下來係第二種。 第一種係全部攞佢分到胸下，嗰時候呀種就做得豐盛嘅。哎呦，老所有嘅東西全部揼落去，韓國呀包椒，韓國呀 tomato 變落去，韓國卵全部攞佢倒落去，韓國蔥誒攞佢加落去。 好，再個攞佢攪攪啊！攪好以後，芎藥拿出你烤盤，放上來。好，蛋糕芎藥，再個放一些些咧cheese，韓國起鹽叉，放上去。好。 按樣兩盤呢，吐司配來兩盤就做好哦。嗰時一下就愛變到配上啲度去配嘅。中央180度哈，180度大概也比佢靠15到20分鐘。按樣第一下就會有等好食咧，吐司配來就得來食咯。 韓國吼，也配上比烤嘅一段時間啲度吼，咪做得來做一片呀，沙拉吼呀，菜啊，因為我營養而均衡，故時也下就做得來用呀純嘅東西來做呀菜嘅部分，做得變幾片嘅青菜，其實呀青菜當方片你做得去便利商店啲度就做得買嘢到一些些咧。 放上去，韓國鹽村的料理就做得攞佢放到順湯，比如講像呢包椒啊，也係講 tomato 啊，放上去，好，呢蝦母，放一些些咧豆蛋糕，好，按樣第一下的配上啲度嘅吐司配料全部出來以後，就係一片凍豐富又空間的酒哦。 好了，大家記得哈，有東西愛啲配上啲都拿出來。以前聽說愛帶呀枫葉樹蠟嘅，按呢張唔可以本佢錄到哦。好呀，哇，香噴噴，好嘅，拿出來，時間暫停。哇！真嘅又香又醬，色香味全部都有哦。
韩国按照的老鸭加下个气盐茶冰上去，安尼看起来就有那个中式的感觉，看起来就东江有嘛？好，过少2年啦，请享受，就是爱自家来煮的个东西，自家来享受一下早上头，自家30每年的时间，过少一下我来吃吃看那个煮到样的哦。哦，看下蛋糕嘅起司，还冇甜丝呢。哇，我真中意嘅起司，含个卵跟米丝全部结合到胸下，后来水就会流出来。呀吐司啊，因为同样卵。有吸收嘅卵那个水，含个嫩的水，骨头食起来又香，含个又唔会撞硬，係軟軟的口感，非常的好食。含個食下來，今呢種係用用吐司來做盤嚟嘅也好，一下來攞佢切開來，本下來看一下斷面秀。哦，懂熟哦。好，来攞佢拿出來，俾大家看一下。哇，有看到冇？也一層係吐司，韓國也地度係卵，韓國蛋糕真係料誒。故數其實啦，也一片真有當到營養哦，唔單止有呀吐司，有呀澱粉，韓國有肉類啊，咩有香菜也得。哇，原唔係我來食了啊！就好呢，去搞做位酒，韓國要做啲去搞做副卡，去搞是酒都幸福呢。大家來試一下，香菜，好食。